我想要占据你，占据你的美，占据你的一切，绝无可厚非。人气天团告五人登台，带来多首歌曲，炒热现场气氛，还有动力火车的经典传唱歌曲接连响起，现场瞬间变成大型 KTV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台南好样耶诞摇滚演唱会集结多组人气卡司，包含3度来台南的阿垮原少年、日本歌手宫崎骏、韩国超人气女团 UNICE， 压轴的则是韩国影视歌三栖女神郑恩地。演唱会由啦啦队女神懒懒李多慧共同主持，李多慧穿着圣诞迷你裙装，懒懒则是露出小蛮腰拉翻全场，还在后台教市长黄伟哲跳撒娇舞，一出场就现学现卖。希望这个欢乐跟耶诞节的这个平和的气氛呢，带给所有每个人，带给所有人温馨，带给所有人欢乐。根据市府统计，当晚总共吸引超过15万人次参与，但台北发生随机伤人事件，市府警察局提升警戒，动员276名警力，针对舞台区、观众休息区加强安全维护，警犬检查舞台前后台，确保演唱会在最严密的防护下顺利举行。记者周海棠的报道。